叶子上出现水果杀手白色的棉介壳虫，别的果农多半想办法喷药防治，谢美丽只是加强套袋的紧密度。我如果全部把这个棉介壳虫全部除掉了，瓢虫就不会过来，因为它是来吃它的。 另外还发现盲春呛蛀时，果树上虫子活跃，谢美丽还是一脸淡定。我不想说害虫或益虫啊，就是吃树的那个虫啊，它的密度降低而已。谢美丽口中吃素的虫啃树啃果实，吃荤的瓢虫还有寄生蜂会来吃它们。鸟也来了，虽然果园有损失，但往好处想，祸福相倚。4月份芭乐嫩芽被吃光，躲过了春雨，重新萌芽，结果率反而提高。 这个就差了95分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最漂亮就差不多这个样子而已了。论外观卖相，谢美丽种的水晶芭乐不美，个头也不大，直接干燥做成的芭乐干看起来好像香菇，也不够漂亮。外面的芭乐干都加糖、色素、盐巴，我们完全不用加，我们就只接烘干而已。但煮出来的芭乐茶却有自然的清甜和果香。从80年代开始，谢美丽就是有机种植的先驱者。 到现在，每年有不少人到他的农场当志工学习，不要快速有效的化学肥料，也和所有生物共生共荣的心态，认真对待土地。推广无毒的农业，推广无毒农业。发动都精神哦，花了很多精神。这是东势的大埔腔。那苗栗4县腔，我们是讲说永泰青斗行省。消费者要买的水果要有机无毒，又要漂亮好吃。 谢美丽说：“这种人定胜天的想法，也是她想扭转最大的挑战。人与动植物各取所需，但同时也维持了生态的平衡。在这片芭乐园里，我们看到了谢美丽的坚持，在挫折中找出生机。推广无毒的农业，永泰青岛行省。推广无毒的农业，永泰青岛行省。